但係你點可以用聖經嚟證明聖經本身呢？好，問得好。我唔係企喺度同你講，先生，聖經係上帝嘅話，信啦。廢話，廢話。我哋可能向你證明一本書係受上帝啟示嘅，佢可能嘅，所以我都唔想浪費大家時間去試，好嗎？但我可以向你證明馬太、馬可、路加同約翰福音喺歷史上係準確嘅。我嘅做法係乜嘢？好啦，各位，我哋睇下，逐一睇睇，你哋用咩測試去判斷任何一份文件嘅歷史可靠性？對於我嚟講，我有4個測試：內部一致性、文學風格、考古證據同埋手稿證據。我唔理係咩文件，如果佢通過呢4個測試，我就相信佢喺歷史上係準確嘅。第一個，內部一致性，意思係文本入邊有啲矛盾，顯示出喂，老友，個作者真係亂晒龍噶啦。喺個福音書入邊，你會見到內部一致性個矛盾。第二個測試，文學風格，份文件嘅文學風格係咪好似咁好耐以前喺一個叫 Nod 嘅地方 Winken、Blinken 同 Nod 坐船出海咁樣？嗰啲好明顯係童話故事，好耐以前咧神話故事。唔係，福音書係寫咗呢個時間、呢個地點，周圍有呢啲人，耶穌講過呢啲嘢，做過嗰啲嘢，讀起上嚟就好似紐約時報、洛杉磯時報嘅目擊者報道。呢個就係文學風格。第三個測試，考古學。我哋係咪講緊喺大西洋中間，我哋啲人可以驗證到嘅亞特蘭提斯島？唔係，我哋講緊嘅係伯利恆、耶路撒冷、羅馬、拿撒勒呢啲考古學上可以驗證嘅地方，同埋人物，例如提庇留凱撒、本丟彼拉多。第4個測試，喂，老友，福音書已經有差唔多2000年歷史，你有幾大把握肯定我哋今日擁有嘅真係2000年前目擊者所寫嘅嘢？我哋今日擁有嘅新約聖經係基於超過5200份希臘文手稿或手稿殘片，年代由公元後2世紀到10世紀，全部都喺極微小嘅程度上一致。喺古代文獻入邊，冇任何一份文件嘅手稿證據可以同新約聖經相提並論。咁係咪代表咗就係上帝嘅話？唔係。佢係咪代表佢喺歷史上可靠？係。所以只要將佢當成歷史嘅讀，然後問自己關於耶穌點樣生活、教導、死亡同埋死而復生嘅歷史證據，係咪指向佢哋可信性？如果證據顯示佢係可信嘅，咁你對佢嘅信心就唔係盲目嘅信心，而係基於證據嘅信心。